那天我回了教室，全身都湿透了，也非常生气。但后来想了想，长安也跳进了水里，但他为什么身上是干的呢？我从我爸的书房下载了很多关于 AI 的资料，里面有提到 AI 不能和人穿一样的衣服，这样才能随时调节体温。长安的妈妈应该是给长安穿了外表和我们一样，但是材料是不一样的衣服。那之后我也想了很多，尤其是那次我和长安一起被揍，然后却被002救走的那次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时候我以为我眼花了，想说可能他躲过了程贤的拳头，可是我明显看到他脸上被揍了几拳，但是一点事都没有。还有一次，长安因为你和厉群闹别扭，后来厉群可能觉得愧疚，去监控室调了监控，录给我们看。哎，立群，你手机有问题啊？不可能吧？这不好好的吗？说也奇怪，手机在厉群手里就能正常播放，到了长安手里却不行。应该是电磁波干扰。啊？我从我爸的资料中看过 ，AI 或多或少会受到周遭电子产品的影响，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造成宕机。这个问题以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办法解决，这一直困扰着 AI 领域的研究人们。长安的爸妈不给他办手机，应该也是这个原因吧？我想是这样的。